今仔日是世界难民日，早起有立委甲民运团体呼吁政府要根据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时程，伫明年进前甲难民法的草案送入去立法院。嘛有缅甸的民运人士表示，有一寡来台湾找找庇护的缅甸人，因为台湾无难民法，地属无法律甲因保护。贯彻不遣返原则。贯彻不遣返原则。公开难民法进度。公开难民法进度。大声喊口号！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。早起台湾人权促进会和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召开记者会，呼吁政府要说明难民法的进度。立委柯显智也讲，台湾袂当真做独裁国家的方向。根据这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，政府在明年以前就应该要把难民法相关的草案送进立法院。那现在这个进度到底是如何？政府应该要出来说清楚，讲明白，也才能够让国际社会相信台湾是真的有心想要去改变。国际特赦组织指出，若准草案通过，所有庇护者就通依法申请做难民。现场也有缅甸民运人士表示，因为台湾是亚洲的民主自由先锋，希望台湾对国际人权有更较侪关心。他们必须要去香港，在香港的缅甸的大使馆那边签。他们送过去的时候，开始有几位学生，一位学生，他的护照没收，没收以后呢，他都不给他发一个新的护照。他现在是台湾那边的是什么无家可归的学生们的安全的范围，台湾希望帮助他们。现场的团体也指出，这个案例会当发现，因为台湾无难民法，地属无法律通甲因保护，因也希望政府要遵照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时程，伫明年底进前，甲难民法的草案送去立法院审议。记者柯嘉轩、小桂林台北采访报道。